是稀罕东西，说它能驱赶蚊蝇，夜晚清凉如水，不知真假。不如让我拿回去试它一试。公主，当心！既然是宝物，我以后必然爱惜。若要是追问起来，我就是拿回去赏玩一日。我以后对我一向另眼相看，知道了也不会怪罪我。盖上。月公主，你都不知道那个宝贝有多好，简直值好多个城呢。那叫价值连城。对，是价值连城。月儿虽没见过，但也知道那是好的。至于那香气，我思量这宝珠中间或许是空的，被人填上了外玉的香料，所以香气悠然，能避蚊苍。还是月儿聪明，无人能及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月儿别具慧眼，快给我想想办法。临近宫中祭祀大典，可我的少司命祭舞还是没有找到其中精髓。照我本意，不跳也罢，但母后哪肯？好妹妹，快指条便利捷径。这便利二字，只怕是最难的。言之不足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你若能悉心体味少司命的入不言兮，出不辞，晨回风息，在云齐的超逸清雅，那一朝一夕便有了5成该有的雍容。要不，明日清晨，你我一块儿去荷花池边走走，看看风过荷叶，日映荷花，诗从自然，或许能有更好的感悟。好主意，绿萝，明日一同去。好。大王，在下今日就要辞别大王而去了。楚国的美食冠绝6国，大王今日特意赐宴在下，让张仪口留余香，真的有些舍不得离去啊。先生果然识得这人生真谛，食色性也。人生在世，最大的愉悦莫过于食色二字。今日这美食当前，焉能无美人相伴啊？美人？好了，先不跳了，你们去陪张子九喂张子石。是大王。不，大王，不，张仪这可使不得，先生承受不起呀。我说先生受得起，那就受得起。知张仪者，大王也。好。大王吃个果子吧。好。大王，平日都是道听途说，今日眼见为实。楚国的美女果然是如云如林呐。张子谬赞了啊，这只是我楚宫里的平常颜色。这些还平常颜色？那难道后宫里藏有夏姬庄姜不成？不瞒，禀报大王，南后求见。他来干什么呀？听说大王要派人周游诸国，搜集天下美人，臣妾就想知道自己是否也列为其中啊？张子，张子，张子，在下失礼，在下失礼。张子，你刚才行为为何如此怪异啊？敢问大王，眼前这位夫人何许人也？寡人的宠妃南后郑袖。在下惭愧，在下无知。
在下井底之蛙，在下真的是对不住大王啊！我不是，这张子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跟寡人说清楚。大王，在下在大王面前夸下海口，要为大王寻访绝色美人，可方才一见南后，我就知道我大错特错了。我张仪喜向来也是游遍列国之人，但从未见过一个人的容貌能和南后比肩。你说张仪的见识如此浅薄，竟然不知道天下最美的女子就在楚国的王宫里。该死！张仪向大王请罪。张仪，大王嘱托在下寻访美人之事，恐怕有负重托，办不成了。你呀，就是见识浅薄。寡人就想嘛，这天底下还有什么好东西是我楚宫没有的呀？那照先生刚才这么说，这天下第一美人就在寡人身边了。确定无疑。好，那你就快跟寡人讲讲，寡人这爱妃怎么就成了天下第一美人了呢？大王请看，南后这一对眉，仿若一带远山；这一双目，有如卷上点漆；耳鬓柔弱，脖颈修眉，此乃孤品，不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又作何解呀？可是寡人记得那日在这大殿之上，先生所说的如百花似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不同，又作何解啊？在下无言以对，这就将大王所赐千金即刻退回。哎，千金嘛，区区小事，寡人既然赐予你了，哪还有收回的道理啊？大王不仅宽宥了在下的食言之罪，还说这千金不用退回，这岂是慷慨二字所能道尽？此乃君王之胸怀呀！似大王这般胸怀，不得天下有违天理呀！大王，张子，你好一张巧嘴！多谢大王。没想到这个张仪说起话来口吐莲花，但论起见识，倒也稀松。今日还是爱妃让他见识了什么才是天下绝色。大王竟拿臣妾打趣。夏日炎炎，臣妾是日不能视，夜不能寐，衣带渐宽，面容憔悴，这还哪来的绝色呀？怎么会呢？爱妃的夜明珠不是有驱蚊避暑的奇效吗？正是因为听说那夜明珠有奇效，前2日幕后派人来把那夜明珠取走，拿去把玩了。哎呀，爱妃这玉软花柔，不耐鼹鼠的。寡人这细看之下，神色间确实有些憔悴。这样，明日寡人就让人从母后那儿把夜明珠给你取回来。谢大王对臣妾的体贴。郑秀竟然跟我斤斤计较，那夜明珠不过刚刚借用2日，他就让大王差人来索要了。威后若想留下夜明珠，不用理睬他。大王一向孝顺，威后可对大王明说就是。郑秀整日狐媚大王，若真与他争执，只怕弄得大王两头为难。算了，还是把夜明珠给他拿回去吧。是。威后，夜明珠不见了。丢了？哼，这丢的也太蹊跷了吧！这夜明珠在我宫中放置多日的安然无恙，哪
拿去魏后那儿2天就丢了，谁信呢？可魏后说丢了，不信又能如何？他是想黑心昧下我这颗夜明珠，但别指望郑秀我会哑巴吃黄连。走，臣妾郑秀给母后请安。免礼吧。谢母后。我已经说过，这几日暑气袭人，你们心到就行了，不用日日请安，免得劳累心。公主，母后说的是。公主，哎呀，这几日天气酷热，谁在里面呢？南后在里面。时不相提，睡不安稳。进去禀报一声，就说芈茵来给魏后请安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先不忙的，待南后走了再进去禀报吧。是。这事情说来也古怪，人不知鬼不晓，这夜明珠就不见了。我派下人去查了半日，都无下落。没有人拿走藏匿，难不成那夜明珠自己受了搅了？戴帽，事情的原委你最清楚。那夜明珠是奴婢遵威后之命从南后那儿借来的，放在高堂台，人人都知道是稀罕宝贝，就算喜欢，谁又敢动着贪欲之心？臣妾心里有数，既然那夜明珠自己跑不了，母后宫中的人又都手脚干净，那东西自然还在高堂台。母后若是喜欢留下就留下了，何必说找不到呢？我这一辈子见过的宝物不计其数，难道还在意你这点东西？臣妾的见识当然不如母后了。不过东西既然是在高堂台丢的，还是应该想办法查个水落石出才好，免得放过了盗贼，冤枉了好人。又或者，母后心慈手软，不愿意对手下的人进行清查盘问。大楚盗律，贼盗律，最轻则砍手足，重则掉脑袋。我眼里从不揉沙子。殷公主，我还有些急事，回头再来吧。公主，这可怎么是好？闭嘴！可是，公主拿了那夜明珠，再多说一个字，那夜明珠便是你拿的。殷公主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回殷公主，是舒公主和月公主的针线。绿萝，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掉了一个耳环，你可碰巧看见？回殷公主，刚才奴婢一直和月公主、舒公主在一块儿，没有看见。那是我娘亲留给我的遗物，甚为珍贵，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帮公主找找吧。公主，绿萝，算了，可能是我记差了，我可能是掉到寝宫里了。灵儿，跟我回去再找找。殷公主，那东西与我性命一般，你还当个什么？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夜明珠是肯定跑不出宫外的。东西要是现在交出来，威后责罚的只是你一个人；若是被我查抄出来，那受牵连的就是你们全家。我使唤了你们多年，竟不知你们当中有做贼的。今日若不查出来，就坏了我高堂台的名声。永香令，微臣在。你给我一个个去审，
就算剥了他们的皮，也要给我审出个结果。是。都给我起来，老老实实的走吧。这个不是我的，赶紧走。进了永巷，事情自然就清楚了。母后，婴儿思来想去，觉得有个人可疑。什么人？昨日午后，婴儿曾见过有个人来过高堂台，当时并未留意，但此刻想想，着实该有几分嫌疑。贱人生出来的只能是贱人，想来我待你不薄啊，让你跟着舒儿也学点长进。你倒好，竟然胆大包天，敢偷走我的夜明珠。任是金山银山摆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动心，更何况什么夜明珠？魏后，万不可借此羞辱我和我娘亲。还敢跟我顶嘴？玳瑁，给我掌嘴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求你饶了他吧。打！母后，我求你了。玳瑁，你先退下。凭空说我偷盗，拿来证据。今日我是人赃俱获，你想赖是赖不掉的。因儿，魏后，昨日午后，婴儿是和侍女灵儿一起看到的。灵儿，说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婢子，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婢子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拉下去掌嘴。说呀！魏后饶命啊！昨日婢子陪着殷公主站在那儿，看到月公主从正殿前走过去，别的婢子真的不知道了。灵儿眼拙，但本公主眼不拙。月公主分明不仅从正殿走过，还慌慌张张地走进去，又走出。胡言乱语！昨日午后，我与舒公主一起去了后花园的荷花池，回来后从未进过正殿。你说你见我进了正殿，我何时进去，何时出来？出来后又见了何人，去了何处？休要狡辩！夜明珠藏于你房里，证据确凿，我不得不惩前毖后，以正后宫纲纪。论罪，本该赐你一死，但念你是先王之女，暂且关入永巷，明日去衣帐摆，再施月刑。别说砍去芈月双脚，就是碎尸万段，没有偷，就是没有偷。且等明日，我看你的嘴还有多硬。母后，此事定有误会。昨日一整日，月儿确实与舒儿在一起，夜明珠之事与她并无干系。捉贼拿赃，你不要再为他开脱了。我不是为他开脱，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这么做也是不得已，杀一儆百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免得你们被这个贱人都给带坏了。皇公子，绿萝，何事让你如此慌张？皇公子，月公主不知怎的，竟成了偷夜明珠的贼犯，现已被囚禁起来了。明日就要施月刑，被砍去双脚。舒公主正为此事而着急呢。皇公子，也请你想想办法，救救月公主吧。怎么会有这等事情？她一定是被人陷害了。赶快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跟我说说。皇公子，你找我啊？看你这人，有话就说嘛。是你拿了夜明珠，是或不是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你拿了就拿了，为何要栽赃别人呢？怎么？微后明日就要砍去芈月的双脚，让你心疼了？你也是女儿家，你的心怎么能如此之狠呢？月儿从来没有碍过你的事儿，你为何要这样对她？说起来，事情落到她身上也是碰巧了。不过，她的确碍了我的事儿。
月儿爱你何事了？皇公子说过，你自小只喜欢芈月一人，他若从此不再出现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去喜欢别人了？殷公主，你把月儿害苦了，我就算是今生不娶，也不会对你有半点情意。你说月公主遭人陷害，是，但威后向来固执，只怕即使我出面，她也不听一个字。夜明珠是南后的，太子能否说动大王和南后去过问此事？这很难说，不过我可以去试试。谢太子。威后，大王跟南后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们过来做什么？说是找到了偷盗夜明珠的真凶。是吗？米音，大王告诉我，说你亲口向皇公子坦诚，夜明珠是你拿的，因为嫉恨皇公子与芈月亲近，故而栽赃于芈月，可有此事？母后圣明，婴儿自小由母后抚养，待婴儿宛如亲生，该深知我的心性。那栽赃陷害，均为卑鄙小人之作。芈音与芈月无冤无仇，即便再不堪，也不会使出如此下作手段。皇歇，殷公主适才不是这样对我说的，她说月公主碍了她的事儿。不错，皇公子，我是对你真心倾慕，也知道你与芈月偷偷眉目传情，但就算我再喜欢你，也不能为你而替他背这个黑锅啊！殷公主，你也算是王室血脉，你怎可满嘴胡言，出尔反尔呢？皇公子用不着气急败坏，芈音没有做过的事情，如何承认？你们二人到底孰黑孰白？月公主被人陷害，大王明察。大王母后，婴儿冤枉，被人诬陷。爱妃，你看这……依臣妾看，这两人当中，定有人是在诬陷别人，也有人是被人诬陷的。都是些没用的废话。母后圣明，应当比臣妾心里有数。苍天在上，皇歇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王威后彻查。苍天在上，皇歇所言字字是真，望大王威后彻查。你们各持一词，我怎样彻查？既然那夜明珠是在月公主的针线篮子里被发现的，而那针线篮子是月公主和舒公主做完针线由绿萝送回各自房间的，除非威后以为这夜明珠是舒公主和绿萝放进去的，不然那只能说明在针线篮子交到绿萝手上之时，那夜明珠并没有在篮子里。针线篮子被送到月公主房间不久，威后便派人查抄了她的房间，找到了夜明珠，而这段时间并没有人见到月公主回到过房间，那只能证明这夜明珠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月公主的。就算无人见到芈月曾回寝屋，并不等于她就没有回过寝屋。皇公子为芈月开脱心切，一味将脏水泼到别人身上。皇歇有证人，芈音也有证人。够了，皇公子，你到大王那里出手芈音，可我听来听去，这夜明珠失窃的案子，皇公子你脱不了干系。你身为名门后代，太子伴读，竟敢不顾礼法，滥徇私情，秽乱宫廷，诬陷好人，我怎能饶你？既然芈月偷了夜明珠，你拿不出其他证据证明不是芈月偷的，那我只好判你和芈月同罪。母后，母后明察，夜明珠之事，芈月实在是冤枉。事已至此，不必多言了。母后若要一意孤行责罚月儿，那就先责罚舒儿吧。此言何意？夜明珠本是舒儿拿的。什么？是舒妹你拿的？舒儿，你不要胡说。母后，大王，那日观赏夜明珠，众公主齐聚大殿，唯有月儿因母后不允，所以不能前来观赏。舒儿实在是替月儿不平，所以私自拿了宝贝，想与她一同观赏。在次日与她做针线时，悄悄地放进了她的针线篮里。为何芈月对你所说这些全然不知？舒儿之所以瞒着她，
就是想给他一个意外之喜，谁知道惹下了这么大的祸端。胡扯八道！母后，淑儿句句是真，侍女绿萝可以作证。淑公主说的，的确都是实情。你们简直都昏了头了！事情总算是水落石出了。先前说这夜明珠是被芈月公主盗走，人赃俱获，但太子陪读皇公子又出手公主芈英，说他栽赃嫁祸芈月。可到后来，这淑公主又跑出来说众人都错了，这宝珠是她拿走的。哼，这峰回路转的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自己人听清楚原委，知道是场误会，这外人听不清楚，还当这是一场笑话呢。事情没这么简单，这夜明珠失窃的案子里定有其他内情，我一定要查个清楚。一个夜明珠弄得鸡飞狗跳，3个公主搅在是非当中，传出去，众口铄金，不知道有多少难听的闲话等着。大楚国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哎呀，算了吧，这大热天的，搞得人人都着急上火。夜明珠，臣妾不要了，就当是孝敬母后。依臣妾看，此事也不必再追究下去，和气致祥嘛。爱妃说得好，和气致祥。母后，依寡人之见，此事就此作罢吧。谢谢舒姐姐救我，玉儿此生无以回报。你我说这话就生分了，只要你平安无事就好。可我就是不明白，我在宫中无权无势，并不招惹是非，怎么就成了有些人的眼中钉了？为何要处心积虑来害我？在那种情形下，母后肯定是真假难辨，气急之下听了小人之言，才险些酿成大错。但众人都愿替妹妹出头，可见妹妹的清白一望而知。月公主，其实除了淑公主替你着急以外，还有一个人比淑公主更着急。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又让你为我担心了。岂止是担心，是怕。我知道你被冤枉陷害，我怕我不能救你，不能为你遮风避雨。坐下来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好好的，差点脚都没了。是啊，我若是没了双脚，如何洗衣做饭，如何照顾2个弟弟？还不如死了痛快，免得拖累他人。这是什么话？你若没了双脚，我替你洗衣做饭，我帮你照顾弟弟。且不说没了双脚，退1万步，仅脸上一个刀子，就会吓跑所有人。那就让他们退避三舍，我在这里陪你。你真不嫌弃我丑劣不堪？无论何时何地，何种情景，你在我心里都是貌美如花的。我哪有那么好？你的好只有我知道。我黄歇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你我心意相通。看你又来了，不理你。你不理我，我还是要理你。你这又是何苦？命吧。
米音，有什么话就说出来，别跟我吞吞吐吐的。那日黄歇诬告婴儿，婴儿的确委屈。那日事情真相如何，你我都该心里有数。算了，我也不打算追究了，只是希望你今后做事不要再自作聪明。母后说的是。嫣儿，你过来。自小你在我身边长大，你跟我说老实话，你跟黄歇到底怎么回事？那黄歇看得出你对黄歇有情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黄歇乃是人中龙凤，你若对他有情，并非是你的不是。母后做主，提起黄歇，婴儿心中好痛。你也是个伶俐的女子，明明知道黄歇对芈月有情，为何痴心不改？那是因为芈月蓄意蛊惑，若没有她，黄歇自然心意就转了。男女之间讲的还是缘分，你和黄歇是否有缘，还要看你以后的作为。母后待婴儿情意深重，婴儿早已经把母后当成自己的娘亲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我就让你留意一下你那叔妹妹，她天性纯良，易被人诓骗。芈月心思诡秘，经常在她身边，弄不好就把她带坏了。我就把你当成自己的耳朵和眼睛，凡事多留个心眼儿。母后的话，婴儿记下了。秦王匆匆离开郢都，只怕是骑虎难下，知难而退了。当日寡人想用那丑厨娘给秦王个难堪，谁料想那秦王竟然顺水推舟，得知他弄假成真要娶厨娘时，让寡人着实尴尬了一下。现在好了，解围了。秦王求亲，剑指6国结盟，合纵在即。诸国当中，赵国、燕国、齐国都有与我大楚联姻之心。大王不妨在这些君王当中，与公主挑选一位佳婿。提起联姻，眼下除了秦王，其他5国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。大王不妨暂时与秦王周旋，这也是一种策略。谁讲诸国只是嘴上说说？昨日魏国的使者已经抵达郢都，给大王带来了诚意。什么诚意？美人，魏国绝色美人。睁开眼来。瘦如肉体，肤如凝脂。寡人直到今日才晓得，什么是闭月羞花。
芈月，你站住！我有话与你讲。我与你无话。站住！那日的事情，你恨我也罢，不恨也罢，反正我们已经是仇人了。我这里有2句话要与你讲清楚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以后就离黄公子远一些。黄公子一群之才，前程远大，与你来往，少不得会沾了你的晦气。唉，真是愚不可及。你竟然辱骂我！我也是适才刚刚察觉，我与黄公子真是天造地设，情投意合，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。你曾说过，你对黄公子根本无意。那是无意，此刻却有了，你能如何？你竟然言而无信！燕姐姐对芈月恩深惠重，芈月只好食言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？我这就去找黄公子啊！站住！你别老笑啊！你快说说你怎么跟他说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与你情投意合，只怕以后要多多来往了。你可不知道，当时芈燕气的那模样。你说你跟我情投意合？对啊，我就这么对他说的。月儿，你可终于明白我了。我早就明白了，你对我好，让有些人看得眼红，气得肚子疼。看来你还是不明白我对你的一片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真知道了？说说，你知道什么了？我已经想好了，过些时日我就请屈子去大王处替我求亲，一旦大王允诺，我就筹划准备，迎你入门，好不好？你老笑什么呀？告诉我，好还是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！哎。拜见母后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禀报母后，婴儿要告发奸佞之人。出什么事了？起来，慢慢说。母后，有人要害舒妹妹。谁这么胆大妄为？就是那个芈月。不久以前，那芈月偷跑出宫去见秦王，并主动替秦王传递书信，鼓动诱惑舒妹妹与秦王私定终身。此事重大，不可信口雌黄。婴儿有证据。婴儿曾见到舒妹妹手中有一块方巾，那是秦王赠给舒妹妹的定情之物。你们若不把舒公主那日出宫的行踪给我说清楚，我定让你们一个个生不如死。为后饶命！想活命的讲实话。那日奴婢们在纸坊门外等着公主，舒公主只跟绿萝姐姐一个人交代了几句。绿萝，为后明察，那日奴婢并没有随舒公主和月公主进脂坊。把这贱婢拉下去，乱棍打死！为后饶命！那日舒公主进脂坊前，跟奴婢说让在门口等着，奴婢并没有见他们从门口出来，想必是从后门出去了。奴婢对他们的行踪确实不清楚啊。永香令，这个贱婢不见皮开肉绽，她是不会讲实话的。微后放心，带走。为后饶命！奴婢真的不清楚，奴婢真的不知道。为后饶命！禀报魏后，果然在舒公主的装匣里找到了一块男子方巾。看看，你们做的好事，让我颜面全无。
母后息怒。身为女子，幼从父，嫁从夫，老从子。你是楚国嫡公主，怎可不顾羞耻，自降身份对秦王趋于迎合，勉强以就之？自小我就把你当作掌上明珠，锦衣玉食，指望有一日你能嫁个好夫君。你倒好，自甘堕落，自入沟渠，真是气死我了。魏后错怪舒姐姐了。那秦王有情有义，那日舒姐姐出宫碰上越人行凶，若不是秦王拔剑相助，就几乎丢了性命。姐姐对他也只是倾慕而已，并无苟且之事。芈月，你给我放规矩点！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就猴急着跳了出来。舒儿向来循规蹈矩，对我的话言听计从。这事儿要没有你这个贱人在中间作怪，他绝不会一意孤行，误入歧途。母后明察，此事与月妹妹并无干系。我心里明镜似的。芈月年纪虽小，但她卑劣龌龊，寡廉鲜耻，不是她的挑唆。你怎敢与秦王私定终身？母后该知道，秦王已向大王请婚联姻，要迎娶舒儿，也得到了大王的首肯。你不要一厢情愿，大王答应的只是把那个丑厨娘嫁给秦王，绝非是你。何况我也听说那秦王得知丑厨娘的真相，已仓皇离开郢都。秦王是向嫡公主闵淑求婚，大王用厨娘顶包，此举非君子所为。君无戏言。既然大王答应要将嫡公主嫁与秦王，就应该兑现诺言。既然秦王承诺要娶嫡公主，他就一定会回郢都的。你给我闭嘴！舒儿，你何苦执迷不悟？秦王官夫伶仃，若拿他与赵侯雍相比，无论相貌人品，那是天地之别。那赵侯雍也是失了先王后的，伶仃官夫能差多远？好个芈月，你竟敢当众顶撞我！从你投胎出世就是我的克星，我一向对你宽宏大量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这次我定饶不了你。舒姐姐与秦王你情我愿，魏后若真心疼舒姐姐，就应该成全他们。闭嘴！来人，把芈月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，关起来。是。你就算打死我，我还是要说真话。放开！放开！母后，母后，你饶了月妹妹吧。母后，舒儿再也不敢了。你告饶告得太晚了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舒公主禁足高堂台。你们要是胆敢放她出去或传递私信，当即杖毙。母后。是。此事我主意已定，由不得你。你马上回你的寝宫，面壁思过。绿萝已死在报室里了，你们两个给我过来。魏后，以后好好给我伺候舒公主，若再有纰漏，我剥了你们的皮。是。哎呦，哎呦，好，那我就在这儿住几日，看你能把我怎么样。南后，晋上大夫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晋上拜见南后。赐座。莲儿，给晋大夫烹茶去。是。大王已多日不到我这里来，晋大夫也没了人影。难不成我这宫里养了吃人的老虎，都让你们躲避三舍？南后说笑了，大王忙于国事，晋上也是四处为南后寻找这世间稀奇之物，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晋上怎敢来拜见？哦，这么说，稀奇之物今日是有了。拿上来。
这灯的做工倒也独具匠心。不过这东西即使咱们宫里不多，也不是没有。晋大夫曾可夸口说这是世间稀奇呢。南后可曾注意到，此物的材料不一般之处？乍一看像是羊脂玉石，可再一看，又比羊脂玉石更加晶莹细腻。这是何等的奇石，才有这样的品质？南后好眼力，但此物却非奇石所作，乃千岁九尾天狐之骨。莫非这就是传说中有通天之术的九尾天狐？50岁狐能化妇人，100岁狐能化美女。正是。千岁九尾天狐死后，其骨化为美女形态，晶莹细腻，赛过玉石。夜晚点亮，可让宫殿亮如白昼。但这还不是此物的绝妙之处。此物的绝妙之处在于，一旦与烛火接触，它便冉冉溢出甜香，充斥四周，经久不散。而这甜香更是世间绝无仅有之物，最暖男女之情。这么好的东西，我怎么从未听过？晋大夫真是无所不知啊！南后若是喜欢，不妨今晚就试试。大王如今连我的兰桂台都不来了，我点着灯又有何用？是啊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晋大夫，我知道大王最近政务繁忙，可无论再怎么繁忙，也用不着常常出宫啊。这里面是否有什么隐情啊？这个晋上不太通晓。看来这中间的确有鬼。晋大夫，你我相识多年，我也没少给你帮忙。看来今日你是诚心要向我隐瞒实情了。南后恕罪，晋上实有难言之苦。说。此事知情者甚少，若大王知道是晋上多嘴，晋上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你的脑袋就是我的脑袋，说出来定会有你的好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然后大王出宫不为别的，只是去了离宫章华台。章华台？南后可曾听说楚国要与5国签订盟约？此事人人皆知。大王为5国联盟的合纵长，魏国为讨大王欢心，献上绝色美人。何等绝色？晋上不敢说。这么说，就远超于我了。南后是日月光华，怎好相比？少给我油嘴滑舌，快说。魏国美人是魏国王族，出身高贵倒在其次，论容貌的确是人间极品，有如仙姝下凡。男人看了只有4个字：魂不守舍。那为何后宫无人知晓那魏国美人的一点风声？这是大王怕南后知道了心生不快，所以才传旨赐魏国美人驻章华台。那5国有心攀附大王倒也罢了，竟然送来美女迷惑大王。一个合纵2字，竟然离间了南后与大王的恩爱。微臣看着，的确是为南后鸣不平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告辞。夫人，请看那里，那是杜若。
你看那花开得多娇艳，过几日就要结果了。魏国没有杜若，我听说他接子入豆蔻，根部是药材，能理气治痛，疏风消肿。夫人好学问，大王特意让人在这章华台周边种了许多杜若和碧丽。看，碧丽结果子早，都有果实了。这果子熟透了，摘下来，用里边的果粉制成凉膏，夏日消暑，可好了。夫人，仔细着手，当心扎着。夫人，请看这边，这边是蕙兰，那是紫藤，湖面上还有鸳鸯。这些都是大王叮嘱让微臣置办的。这章华台极尽奢华，但是未免太空旷了。偌大个宫殿，里里外外除了臣妾，就都是些伺候臣妾的下人，连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。这也是大王的美意，以免外人搅扰了夫人的清幽。昨日我随处走动，看到西南处似乎还有一个殿宇，楼阁台榭样样精巧，不知那是何处。夫人说的那是月华台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，荒芜得很。我能否过去看看？月华台荒芜萧索，断井颓垣，夫人还是远离那地方为好。
这里为何如此荒凉？夫人，听说这月华台过去也曾歌舞不休，后来建了那张华台，这月华台也就被割荒了。宫里都是这样，喜新厌旧的。夫人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为什么要回去？大王若是知道奴婢把夫人带到这儿来，奴婢的性命定保不住了。那你回去吧。可是，奴婢若是把夫人一个人留在这儿，大王知道了，奴婢的性命还是保不住。所以，无论怎样，都是一样的。对奴婢是一样的，对夫人是不一样的。夫人是贵人命，奴婢是贱命。殊途同归，你和我的命都不在自己手里，又有何区别？你这话让人听了真是伤心。你是谁？我叫芈月，也算是楚国公主吧。我是魏王献给楚王的礼物，他们都叫我魏美人。哎，你站那别动。上天恩赐，你真的好美，连上天都会妒忌你的。你别这么说，因为这句话，我从小到大一个朋友都没有。真的吗？说起来，我还是有朋友的。所以啊，我会妒忌你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其实，你最好还是不知道我是谁。你若是知道了，说不定会后悔跟我说话的。我只知道眼前的这个你，你的昔日和他日，都与我没有干系。遇上你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你是不知道我的无奈，自己的命生下来，就已经被别人决定了。就像夜晚的月亮，永远是从东边升起，西边落下，不可能改变。那要看你怎么想了。月亮不也有上弦和下弦，还有15的满月吗？我又不是月亮。嗨，我只是比喻，别那么灰心。人总是有机缘的，虽没有预知，但总有相遇。就像你我这样，交个朋友吧，送给你。谢谢你。南后，请用膳吧，饭菜都快凉了。这些都是什么？啊！给我拿出去倒了！这是御厨所做上好的蒸鸡和鱼。天气炎热，大王政务繁忙，哪吃得下这些油腻之物啊？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要力求清淡。南后，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大王今晚还会来吗？大王为何不来啊？奴婢听说，大王去了章华台，此刻夜已深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奴婢说，大王去了章华台。你们都知道大王去了哪儿？大王干了什么？是不是？夫人，你们早就知道这一切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为什么不去死？